主后2022年6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基督徒的本分。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1节到9节。做儿女的，着顺服父母，这是信主的人应该有的本分。着孝敬父母，这是头一条附带应允的诫命。安尼做，恁就会逐项好势，伫即个地久长徛起。做父母的，毋通叫恁的儿女受气，着照主的管教甲教示，甲因培养。做奴隶的，甲顺服基督共款，着用敬畏甲惊吓，专心顺服恁伫世上的主人。毋通伫人的面前故意做互人看，互人欢喜，着做基督的奴隶，对心内尊坦上帝的旨意，甘心乐意尽奴隶的本分，亲像在服侍主，毋是在服侍人。着知，无论是奴隶也是自由的，主拢会照逐人的好行为，甲因报答。做主人的，恁嘛着用同款的态度来对待恁的奴隶，毋通甲因威胁。着知，恁甲恁的奴隶拢属共一位天顶的主人，伊用同款的标准对待逐个人。以弗所书6章1节到9节，保罗讲到父母甲子女的关系，以及主人甲仆人的关系。牧长弟会抓做圣经哪像在支持八股孝道甲奴隶制度。咱若照即个脉络解说，就真容易偏往道德伦理教训的老糟血。为着避免落入八股的道德伦理教训，咱必须先理解初代教会的时代背景。伫希腊罗马社会，子女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代志。父母教示子女，并无受家暴法的限制，而且当当时的社会，奴隶反抗主人，等于是在自杀。要卖奴隶，搁较无受到人口贩卖条例的限制。所以，咱在读经文的时，袂当用现代情景去解说初代教会的情景。初代教会伫还未形成大公制度以前，是用家庭教会的形式开始，所以基督徒家庭的父母甲子女、主人甲奴隶的互动关系，诚做日常生活的见证。有德国教会良知自称的潘霍华牧师伫《军队基督》册中指出，基督徒是会当见到的团体。基督徒的日常生活甲耶稣的身体是密不可分。亲像保罗劝勉做父母的，着照主的管教甲教示，甲因培养；劝勉做仆人的，着亲像在服侍主，毋是在服侍人；劝勉做主人的，着好好对待奴仆，因为恁甲恁的奴隶拢属共一位天顶的主人。保罗对基督徒的教示，甲希腊罗马社会无共。简单讲，基督徒日常生活的见证，爱对世俗价值中分别出来。彼得圣牧师伫国外操练册中指出，基督徒的角色毋是照社会价值，是照伫基督里的身份。基督徒的身份，毋是履历表
顶面的宗教栏，是一群活出基督信仰的见证人。信仰需要生活化，才当活出基督徒的本分。做事面对社会快速地变迁，基督徒需要不断受提醒。以弗所书第6章1到9节，拄好搁一遍提醒咱，是毋是有活出基督徒的本分？耶稣比宗教较大。这本册作者杰弗森·贝斯奇伫美国的大学看到侪假君子，喙讲家己是基督徒，做人行达，煞一点仔也无像耶稣，所以对信仰提出袂少反思。回头看台湾教会的问题，有偌济信徒就亲像职业基督徒，主日礼拜固定上班2点钟，打卡煞就离开基督徒的生活。信仰渐渐成做一种宗教仪式，履历表的宗教栏。毋过内心甲耶稣的教示行无共款的路线。望咱毋是到教会才遵行上帝旨意，反倒是伫生活、家庭、工作上，拢会当亲像保罗所讲，对心底遵行上帝的旨意。默想，我安怎看待基督徒的本分？是照着世俗的价值，还是效法基督的样式？我安怎看待基督徒的本分？是照着世俗的价值，还是效法基督的样式？咱来祈祷。天顶的主，明白我心的祈祷，求你互我甘心乐意侍奉你，互我伫世间所做的一切，拢是遵行你的旨意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